守正直的人，做人做代志拢有站在，伊拢无有想要要求幸福，毋过天特别要甲幸福互伊，定定无求颠倒会得到。啊，搁亲像奸巧侥幸的人，不时想要闪避灾厄，毋过天不时送伊的空芳，超工落落来灾厄互伊，无通闪避一。照安尼来看，天的做法真公平，真奥妙，不可思议，互咱想象都想袂晓。就是讲，家己爱要幸福的人，颠倒求袂着；无想幸福的人，颠倒无求会得到。咱若坚守正直，别人要陷害咱，咱虽然毋知通走避，毋过天会甲咱排解，袂互伊陷害。所以讲，人千算万算，毋达着天一算。